妹是一个好运动又养生的阿婆，当日出体伫屋卡画手机之外，又喊为喜工人运动，本身体很卡扎，心情未很好。阿婆甲情况都等用甲山老师。其实啊，迄拄到安尼情形啊，其有可能做在来留国家神像国家屁虫哦。该是系国配了。其实国家屁虫没无案件吧？哈，不过阿嬷问阿婆都安用因流血，喊个微滚，喊总得心强哦。系哦，大家注意，你有拄到安尼问题，一开始做来看其很用的输送的，有可能啊，其迄头路方本桥多摆无做视察你冲到，安尼情形的话，其迄个情节在视察无做桥多摆你的附近，就说唔得来留国家的神像了哦。所以是快时安尼会排除解释系唔系差否？再过来，你要看海基跌倒叫做人强街啊，迄个公共设施。简单来讲啊，做迄个，其迄假使讲其迄倒一只沙器伫拄的，沙器伫拄的一张人强街啊，因为沙器有管理委员会，一般来讲，叫做人强街迄委员会负责管理的，安尼情形下，万每阿破其迄跌倒的话，其实可能会来请叫做沙器的委员会来处理。过像看一啲挑选嘅人片啲袂拄阿嬷问阿婆，像因系去到一个大马路当个，唔系啥去啲袂拄，所以是唔是新啥去嘅管委会了？再过下来呢，你要做来看，今米啊，路方嗰只人强街啊，喺哪一只机关会负责来处理的？有可能迄套县政府带下机关，也有可能迄套市公所、乡公所带下机关，其主要来请讲。逐摆我来维护来管理个人强街的机关很满意，然后就请其他机关来审抢。所以应该话都系实则是新安用应该反然是性强的，不过看了再出从伊唔系安用因的。唔哦，一开始哦，大家要来注意，迄跌倒唔好输送的话吼，请提早步骤做收集证据。唔做留附近的跌倒的附近的路况啊，翕相翕下来，迄有一保安的话。警察咧要分一些资料，还有你迄输送诶，有留现伊本身上看的话，身上会分一些诊断证明书啊，或者医疗证明，老一些资料全部都准备好诶。张伊请记者，大家有讲，我请记者，应该负责咧记者机关来处理哦。所以看起来该几下，系安容易，过假使讲拄到两个机关冇查案例，还个没有回复用假删咯。假使说啊，你就以老机关的协议啊，也有协议机关讲，人免硬去负责的，人会判啊。无做机，你申请技术一测准为让天数的话，安尼情形下就做到一法院会提起国家赔偿的诉讼哦。从你实在会发动求个事件未动翻的感觉，不过大家喊下有耐心好无？不过我知道大家最好起个人，个系4号都在急救喏。时间一个问题哦，其实都国家批从迄动重要的啊，因为啊，一开始人有讲，你迄跌倒有输送有流血，你可能到的话，安尼情形下，你要请求要到2年内做留国家来申请国家赔偿。再过来，你迄跌倒，毋过你看唔到有输送，有可能迄内伤，冇被看唔到的话，请求总跌倒开始算5年内一天要留国家来申请。
迄个月几只时间的话，国家就做得每盘咯。哈，毋过该挑选慢嘛，无假使讲受伤，还个粪体两眼五眼冇相用甲散哦，用乜性强啊？其实啊，国家一开始基本有上到安尼问题，故说啊，法律主规定哦，诉讼的人啊，家的啊，不管係家的阿爸阿妹，或者家的奶的、家的妹的、家的先生、家姑娘，主做咧留起天数来申请哦。咱都系安用的。还有青葱药的老太家来提倡的啊，吼。一开始人家有讲，你迄头路上有看到那种警告标示，有告示牌的法。哦，我哋是系该可能袂写，总得出水，某事总得去揭散啊，吼，按用应该告示牌是总得去走的。系啊，人哋就迄有看到安尼告示牌，其迄个老人讲总唔得抽水，唔限伊抽水，佢讲总唔得揭散诶，唔限伊揭散诶，安尼情形下做人都唔咧调试违反甲规定的法啊，吼。其实迄因为安尼事情有诉讼，新后辈唔做唔得老国家来申请国家赔偿哦。哦，咱都系安用的，所以跪下谈下来，爱非常该了解咧，所以律师会听咱是性强吗？申请乜解？该是爱啊，2年前爱对都还蛮好啊。 6年就已经够时间了啊！爱把都轻易走的呢。冇办法。因为按照公路，所以观众朋友你听我记得2年还个5年系么？你听我是性强哦，千万莫讲麻烦，莫认衰。好，法律里专家单元4到2篇咯，所以当好你个单元就得紧看复起来咧。韩国是客家天气推介面数 ，YouTube 是请赞发咯哟，法律里专长来了。